安托 Adventist Charitable Foundation 簡稱 ACF 成立於2020年，係隸屬於基督福臨安息日會嘅一間香港非營利信託公司。我哋專業嘅團隊係由律師、會計師、具有投資同埋信託服務背景嘅成員而組成嘅。同時 ACF 亦都支持共融就業，聘請多元人才，包括殘障人士同埋年青人去加入我哋嘅團隊入邊。ACF 一心一意咁支持同埋關懷香港嘅高齡人士，以實惠嘅開戶費同年費為大家提供信託服務。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訂立一個財富傳承計劃，及時保護同埋實現一個無憂無慮嘅生活。ACF 有3個重點服務：第一，生前信託；第二，慈善信託；第三，管家服務。首先，我哋先講下生前信託，佢可以幫你喺生前同埋過身後，按照你嘅意願去分配財產，包括喺咩時候，以咩嘅方式分配俾邊個。同時，生前信託亦都可以為你現時嘅日常生活開支同埋日後嘅醫療費用作預先規劃。除此之外，你都可以透過唔同嘅投資產品為信託嘅資產增值。其次，除咗生前信託， ACF 亦都可以為私人同埋基金會設立慈善信託，希望推動有計劃嘅慈善捐贈。我哋會按照你嘅意願嚟打造捐贈計劃，我哋並唔規限捐贈嘅形式或者範疇，不論係設立獎學金、紀念捐款、社區資助或者企業贊助等等。我哋亦都會定期監管捐款活動嘅運作，確保慈善機構可以妥善咁使用呢啲捐款。最後，你可以喺 ACF 度揾到管家服務。管家服務係專注照顧你喺信託以外嘅需求。我哋希望喺你有需要嘅時候提供額外嘅支援，等你可以安心休息。我哋會轉介相關嘅服務供應商，等佢哋安排專業嘅人員嚟提供照顧服務。我哋嘅團隊會為客戶設計一個預算計劃，包括所需嘅家居、護理、醫療等嘅服務費用。我哋亦都會為你定期召開小組會議，檢視同埋更新照顧計劃。安托可以為你提供一站式而且全面嘅信託服務。我哋以關心你同埋你屋企人為出發點，用創新同埋有靈活性嘅信託服務去保障你嘅現在同埋未來。